喂，各位觀眾，恭喜發財！踏入2026丙午馬年，你有冇覺得成個人火噴噴，好想大幹一場呢？馬年最講求就係衝勁，今日我哋唔講老土嘢，直接同你拆解馬年最強開運報道，教你點樣由年頭旺到年尾，變身成為今年最強嘅黑馬，記得睇到最後。好多人以為過年一定係着到紅當當，但你要知2026係丙午年，天干地支都屬火，火旺到不得了。有命理報道提醒，今年未必人人啱着紅色，隨時火上加火，燥到爆。報道話土能生金，如果你覺得最近壓力大，試下着黃色或者啡色，幫你降下火，穩紮穩打賺大錢。想低調開運，換套新嘅黃色內衣褲或者襪，財氣由腳底升上嚟。講完個人，講下屋企。今年財位喺邊？記住一個位，東南方，唔使大裝修，喺東南方擺盤生機勃勃嘅富貴竹，或者放一碟新嘅利是封，財氣自然識路入屋。門口位一定要整潔，貼反對一馬當先嘅揮春。記住，財神爺都係睇樣嘅，屋企乾淨，財運自然順。總之，馬年就係要動，睇準機會就唔好諗咁多，衝過去就啱㗎啦。祝大家馬年龍馬精神，想乜有乜，馬上發財！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頻道。留言話我知你今年嘅願望係咩？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